好啦，嚟到2012年 DSE 卷1嘅第一題問題，關於指數定律 Law of Index 嘅問題。咁要用嘅知識咧，大概喺右手邊咧寫咗俾大家噶啦。逐行簡記一下嘅話咧，第一行所講嘅就係我哋俗稱叫做同底相乘。指數相加咩意思咧？就係話如果你見到大家都係 A 嘅幾多次方乘 A 嘅幾多次方嘅時候，你可以直接合埋將佢變做 A 嘅，然後指數咧就相加變做 M 加 N 次方咁樣啦。第二行就係所謂嘅同底相除指數相減，原理同啱啱嗰個幾乎一樣㗎啦，咁唔特別重複講多次。但係第三行呢個要留意就係當我哋以後咧見到一啲負指數嘅時候咧，你就要將佢變翻做正數先得㗎。咁但係你唔可以就咁無端端又變做正數嘅。如果佢係一個分子，你就將佢寫落個分母嘅同時，個指數就變翻正數咁嘅意思。OK， 咁所以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，佢叫我化簡一嚿咁樣嘅東西啦。咁你會見到啦，我哋第一樣嘢要揾嘅咧就係望一望呢度有冇啲同底嘅嘢先。咁係有嘅，就係 n 嘅8次除 n 嘅3次啊嘛。咁即係話呢個 m 嘅負12次方咧，同佢哋係不同底嘅，所以你見我由始至終咧都係照抄嘅，即係第一個步驟照抄，我唔會喐佢嘅。咁所以喺呢個位置用翻我哋啱第二行嘅同底相除指數相減，你會見到佢變咗 n。跟住就8減3次方，因為同底相除指數相減啊嘛。咁然後化簡一下嘅話咧，8減3就係5。去到呢個步驟為止都係未做完嘅，因為人哋叫我哋用正指數表示答案。咁所以用翻啱啱第三行講過嘅嘢，當我哋見到負指數嘅時候，你就直接如果係分子就寫落分母嘅同時，令個指數由負數變翻正數，咁樣就為之做完㗎啦。咁去到呢個位置做完嘅時候，如果你想 check 一 check 我哋冇做錯的話咧，有個好簡單嘅方法就係你可以隨便代個 m 係 let's say 等於2，代個 n let's say 等於3，然後咧我就 run 一次計數機，代翻落去，咁望一望啦。問題嘅時候代咗 m 係2，n 係3，咁我撳計數機咧就係2嘅負12次方乘3嘅8次方就分子啦，跟住除3嘅3次方，出嚟嘅數字咧叫做呢個0.059巴拉巴拉 OK， 咁然後啦我就望下最終我計完出嚟嗰個樣係呢個樣嚟㗎嘛，就代翻一樣嘅數字落去，3嘅5次除2嘅12次，你會見到撳出嚟數字完全一模一樣，咁即係話你啱冇做錯嘅，咁呢個答案咧就係咁樣樣啦。